其實咱知世間的人攏咧找找生命的路，攏咧找找一種方式面對咱人生的困苦。希臘人因認為有一種人是上界優秀的職業，就是哲學家。希臘世界甲猶太社會中間，認為上界有學問的人，因擁有真豐富的知識，會當知影一切的鐵理，但是因面對一件代志，因無法度解決，就是關係救贖的代志，因無能為力。所以，佇遮保羅引用以賽亞書第29章14節講：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，棄絕聰明人的聰明。確實，在上帝眼中，人的聰明智慧永遠無法度去洞察上帝的作為，因為上帝的智慧是高過人的智慧，往往用世間人想不到的方式來顯明伊的智慧。特別，上帝用世間人無法度明白的方式來救贖伊的百姓，伊的救恩就是透過耶穌基督所帶來。所以，咱所信仰的耶穌是一個超越過人知識的當明白的耶穌。